你會唔會覺得呢隻狗仔好惡，對住旺財不停咁吠？但係吠叫嘅主因並唔係想攻擊其他狗仔，佢只係見到其他狗仔比較興奮，想行埋去同佢打下招呼。如果主人想帶佢出去食飯，相信佢都會不停咁吠。如果你都有相同嘅問題，你就要留意以下嘅操作。首先，你要同其他狗仔保持距離，直至令到你嘅狗仔停止吠叫先。停止吠叫嘅距離就係一個適合訓練嘅距離。你可以保持呢個距離，而且有狗仔嘅情況下，同你嘅狗仔做一個訓練。當狗仔專注你嘅時候，你可以用食物獎勵佢專注你嘅行為。下一步，我哋可以將距離再拉近。記得，如果狗仔係唔想行近狗仔，唔好勉強佢，唔好強行拉繩。最後再將距離拉近，同時間亦都要獎勵你嘅狗仔望向其他狗仔嘅時候平靜嘅情緒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嘅狗友知道，其實方法好簡單。